大家好，我是哈利志芳老师，今天给大家讲下 Pro 版字体缺失功能。双击打开文件，如果弹出缺少字体对话框，说明有字体缺失。点击取消按钮，会发现字体下方出现粉红底色，那这部分就是字体缺失部分。以往经验就是要客户发送字体安装，或通过其他软件转取再编辑。我们来操作一下字体缺失功能，全选对象，删除掉。点击常规面板上的多页面，导入有缺少字体的文件。点击一键居中按钮，对齐画板，然后再点击字体缺失按钮，字体缺失的问题就处理好了，就能正常的编辑了。